咱来看这李小性暴力的案件，到底是会当报到偌详细咧？即马卫福部是来公告规定，讲受害者的资讯是拢袂当甲报出来。也毋过民意代表所认为讲，若准要来保护这个受害者，可能连加害者的资讯嘛袂当讲。这当中到底是会当报到什么款的程度？卫福部的规范拢无够明确，互大家颠倒是毋知要安怎做。有关儿童性暴力事件，媒体要安怎报道，才当避免防法，造成被害者身份叫人公开，这一直拢是外界关心的焦点。卫福部顶个月12公布媒体报道儿童性暴力的指引，其中包含只要是主管机关审议通过的内容，媒体拢会当适度公布。不过台北市社会局反映，这项法令无定具体实务的执行办法。这个会议的成员的人数啊，或者是审议的原则啊，建议可以更有一些明确具体的一个原则或指引。立委认为，这个指引无定可行的方式，包括审议委员人数、审议原则规范拢无。公告的这10外天，互一寡媒体地方政府毋知要安怎做。卫福部保护司是回应，无定审议委员的人数甲规范，是为着要互各行政机关留一个会议的方便性。若是台北市进前发生幼儿园有不熟的老师牵涉到性侵真侪的细汉囡仔，不过媒体却因为加害者甲被害人资讯高度重复，烦恼讲被害者的资讯会互人摇出来，唔敢报道，嘛烦恼会防法。现在的服务单位，你是不是应该去放宽它？但是你不能去再进一步的去报道，真的是可以去找出那个被害人是谁。到底这个被害人身份资讯要到不特定人还是特定人知悉，作为一个将来修法的一个方向，大家再来做一些讨论。卫福部保护司表示，会阁找儿少相关团体专家做伙开会讨论有关儿少甲性暴力事件身份资讯的公布范围。面临儿少性暴力事件的新闻甲媒体，拢应该用中性的语气来表现，尊重被害者的感受，避免对行为人无心审判。记者综合报道。